防電擊 BS7671比2018。總結：本網頁闡述了 BS7671比2018標準中第41章節的內容，涵蓋了電器安全的保護措施，包括基本保護和故障保護，以確保人員、牲畜和財產免受電器使用時可能產生的危害。摘要：網頁內容主要講解了 BS7671比2018標準中關於電器安全的保護措施。這些措施基於 BNN 61140標準，旨在防觸電保護。該章節強調了兩種關鍵的保護概念：基本保護和故障保護。基本保護旨在防止在無故障時接觸到電路的活體部分，方法包括活體部分的絕緣，使用能承受預期電壓的絕緣材料覆蓋活體線路，使用障礙或包覆物將活體部分放置在至少 IPEX 或 IP4X 等級的障礙物中，使用障礙物或將活體部分放置在無法接觸的位置。故障保護則是在單一故障條件下防止電器震，方法包括保護接地和綁定、自動斷電，例如使用電路保護器、熔斷器和漏電流開關、雙層或加強絕緣、電器分離，使用隔離變壓器、限制電流持續時間或大小，以及使用潛在等效保護裝置 （PEPD）。網頁進一步詳細說明了各種保護措施，如自動斷電、雙層或加強絕緣、電器分離、安全額定低電壓 （SCLV）、斜線限制性額定低電壓 （PLV） 系統，以及不同接地系統 （TN、TT） 的斷電方法和漏電流開關的應用。觀點：電器安全的重要性。網頁強調了電器安全在低壓電路安裝中的重要性，並指出保護措施對於防觸電保護至關重要。基本保護與故障保護的區別，明確區分了基本保護和故障保護的概念，並解釋了它們在電器安全中各自的作用。保護措施的多樣性，介紹了多種保護措施，包括自動斷電、雙層或加強絕緣、電器分離、SCLV 斜線 PLV 系統，以及不同接地系統的特點和應用。漏電流開關的作用，特別強調了剩餘電流裝置、電流式漏電斷路器 RCD 在提供額外保護以防止電器震中的作用，並指出其在特定情況下的應用，如插座、移動設備供電電路、室外和消防保護。標準與規範的遵循。網頁提醒閱讀者必須遵循 BS7671比2018標準中關於電器安全的規定，並採用適當的保護措施以確保安全。根據 BS7671進行防電擊保護的簡介。BS7671在第4部分第41章詳細闡述了防止電擊的安全措施。本章基於 BSN 61140。基本原則是將基本保護與故障保護相結合於電器裝置中。基本保護 （Basic Protection） 基本保護是在無故障條件下防止電擊，避免人體接觸帶電部件。這通常是低壓裝置中針對直接接觸的保護措施。方法包括對帶電部件進行絕緣，使用至少達到 IPEX 或 IP4X 防護等級的屏障或外殼，設置障礙物以防止無意接觸，將設備安裝在難以觸及的位置。故障保護 （Fault Protection） 故障保護是在單一故障條件下防止電擊，保護人體免於因電器故障接觸外露導電部件而造成的危險。這通常是針對間接接觸的保護措施，主要涉及低壓裝置中的基本絕緣失效。方法包括保護性接地與等電位連接 （Protective Earthing and Bonding），使用保護裝置進行自動斷電 （ADS，Automatic Disconnection of Supply），雙重或加強絕緣 （Double or Reinforced Insulation），使用隔離變壓器進行電器分隔 （Electrical Separation），限制故障電流的大小，使其達到無危害值，限制故障電流持續時間，
使其低於危險閾值。保護性等電位連接 （Protective Equipotential Bonding） 這是故障保護的重要措施之一，可減少不同導電部件之間的電位差，降低電擊風險。BS7671規定了多種防護措施，提供基本保護和故障保護，包括一、自動斷電保護 （ADS，Automatic Disconnection of Supply）。這是一種主要的保護措施，通過保護性接地和等電位連接來形成低阻抗故障電流迴路。當發生故障時，保護裝置如熔斷器、斷路器或剩餘電流裝置 RCD 會自動切斷電源。該方法要求對所有可觸及的外露導電部件進行接地。二、雙重或加強絕緣 （Double or Reinforced Insulation）。使用雙重或加強絕緣的設備、異類設備，確保即使發生單一故障，也不會導致電擊。三、電器分隔 （Electrical Separation）。通過隔離變壓器將電路與大地及其他電路隔離，防止在對地故障時形成危險電流迴路。此方法通常用於特定場所。四、SCLV 安全特低電壓，斜線 PLV 保護性特低電壓。SCLV Safety Extra Low Voltage 和 PLV Protective Extra Low Voltage 採用特低電壓，不超過50 VAC 或120 VDC 來降低電擊風險。SCLV 系統與地面及其他電路完全隔離，而 PLV 系統可能接地。這些系統常見於高風險環境。不同接地系統的斷電方法：一、TN 系統 （TNS） 和 TNCS。ADS 透過確保低阻抗接地故障迴路來實現。當發生故障時，過電流保護裝置如斷路器或熔斷器會切斷電源。斷電時間依據電壓和電路類型而定。在某些條件下，中性線可能不需要切斷。二、TT 系統安裝獨立的接地電極，剩餘電流裝置、電流式漏電斷路器 RCD 是 TT 系統中 ADS 的主要保護手段。當檢測到超過設定閾值，例如30碼的對地故障電流時，RCD 會自動斷開電源。相較於僅依靠過電流保護裝置，RCD 斷電時間更快。剩餘電流裝置、電流式漏電斷路器 RCD 的作用。RCD 在 TN 和 TT 系統中提供額外的電擊防護，能夠檢測低水平的對地故障電流，這些電流可能不足以觸發過電流裝置。BS7671規定，在多種情況下必須使用 RCD， 例如為插座供電的電路、供應移動式戶外設備的電路。為了防火保護，額定剩餘電流不超過300碼的 RCD 被推薦使用。選擇 RCD 時，應考慮如何減少不必要的跳閘。這些防護措施共同構成了完整的防電擊安全機制，並根據不同的接地系統和安裝需求採取相應的技術手段。